同款是火下，这台南后壁乌树林囤防灾粪扫已经烧超过5天啊。外界怀疑这堆粪扫有事咧倒，惊烧出毒气。不过环保局8回公布，而且要表伫咧7天内甲火拍花。台南后壁的乌树林园区囤大量防灾废弃物，6、7层楼高，日暗时发生火烧，到达也搁咧翕烧。消防局即阵出动2台消防机器人，全力喷水拍火。因为废弃物种类多，嘛囤一段时间，加上作业空间有限，地势要完全拍花有困难。会使用这个消防机器人来协助环保局的怪手还有水车来做一个开挖降温，还有移置的一个动作。环保局推测参沼气有关系，并无认为故意点火可能性。不过到达拍火超过第5天，引起民众怨叹这臭味有较重。为了降低民怨，市府已经规划增设行动病院，嘛会加强监测。无奈啊，我本来住伫附近就是安尼尔。搁一个号你个拍卖，我对于你个有白雕。冒闷烧。科学的证据显示，空气品质还好，但是为了去除民众心中的疑虑，市政府还是会加开行动医院全民健检，在白河跟后壁2区。外界质疑现场火灾有淋到斯坦利度，市府出面8回，斯坦利度因拢有分类管理。环保局表示，枪在拍火废弃物会放落来，就会搁导火。目前已经启动24点钟轮班作业，目标1礼拜来拍花。全力在灌注的那个右边的区块，我们是希望在2天内，24小时这样作业可以把它解决。火比较大的这个区块呢，是希望7天内把它解决。外界有人建议用土来砍，环保局回应，因为这块地搁爱幸福军方，种种考量才无安尼做。市府邀集专家各单位来研究上紧的拍火方案。另外，环保局强调讲，若查到导火是因为管理疏失，会依法处罚。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